国的对顶关税和法院裁定违法，Trump 随个宣布甲全世界加扣10%，咱行政院初步认为影响有限。首架高速公路塞车，建议大家走替代道路。金门候补要坐飞机返来本岛的人真多，国防部派军机到载。去年非洲地质阳性的案例到今仔日满4个月，无阁出现第2例。农业部今仔日交非疫区的申请文件。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2月21公视第2台 AM 新闻，我是苏比。头先就来看美国总统 Trump 的对顶关税是去互法院裁定违法，这站咱甲美国签的贸易协定甲投资合作，甲变有变动咧。行政院是表示讲，会先看美国迄边安怎执行，再来决定讲咱要安怎做。也若是 Trump 嘛，阁宣布讲要甲全世界阁加扣10%的关税，咱行政院初步是认为讲对咱影响有限。美国总统川普的对顶关税做法，互裁定无效了后，各界关心台币已经签署的对顶贸易协定 ART 投资合作 MOU， 也个已经决定的15%的税率要准算无。行政院讲，等台美方确定安怎执行，会审慎评估后续的应对处理，包含是毋是将 ART 送到立法院来审议。美国政府尚待确定如何执行跟各国已经签署的对等贸易协定，但也已经表明232条款等关税措施会持续扩大，政府会持续密切关注川普政府的相关措施。行政院强调会甲美方维持紧密的沟通，并且继续争取国家甲产业上大利益。不过，在野党呼吁应该重新来看一下台币协定内容，是不是重新谈判？在开议以后，我们一定要把所有对美的这个协议的内容必须严格的审视。之前所签订的台美的贸易协定，是不是有机会在利用这个时候来进行重新的调整？不过，因为川普随即宣布改采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条款，在上几个关税顶面对各国加扣10%进口关税，期限是150天，比当时间20透早开始生效。行政院初判对台湾冲击影响有限，不过专家提醒，要小心应对美方带来其他的关税手段。我觉得比较有影响的反而是后面的301调查，因为它可以涉及到很多的贸易工具的使用，包含禁运配额税率这些东西。另外，由美国最高法院裁决，无包含第3条款。行政院指出，以2024年咱个使用美国项目来看，当中76%适用第3条款，而且台币 MOU 内底卡入单方向有第3做回国台务，有其谈判成果会继续来确保，减慢对半导体及科技产业供应链的不确定性。记者综合报道。Trump 对顶关税和法院裁定违法，咱来看世界各国目前的态度。欧盟贸易事务发言人吉尔伊讲，欧盟将甲美国政府保持密切的联络，了解北京所落来应用措施，并且强调大西洋两方企业正依靠稳定而当有机的贸易关系。川普去年7月甲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所达成的双边贸易协定，欧盟出口去美国的商品扣15%的关税，因若美国的工业产品关税是降到0。欧洲议会贸易委员会主席朗吉伊讲，最高法院的裁决显示，就算是美国总统也在一个法律的架构之下做代志。委员会第23会开紧急会议，各在评估甲美国的协议内容。Wirtschaftlich ist für uns in Europa jetzt die große Frage: Nimmt man das als Anlass, um diesen Deal vom letzten Sommer zwischen den USA und der Europäischen Union neu zu verhandeln? Oder aber sagt man, wir akzeptieren die 15% vom letzten Sommer und versuchen hierauf aufzubauen. Das ist eine große Frage, die sich die Europäische Union jetzt stellen möchte. Aber ich denke, dass diese Aussagen, dieses Urteil vom Supreme Court Europa nochmal bestätigen sollte, um etwas mehr Selbstbewusstsein zu haben, wenn man aktuell mit den Amerikanern verhandelt. 英国财政部首席秘书莫瑞20被问到相关问题时阵，伊讲，政府会继续争取对英国上有利的协议。What I can say from our position as the UK government is what our position will continue to be, which is to stand up for British businesses and get the best possible deal. 民间的英国商务协会认为，最高法院的判决对厘清商业领域的混乱无啥作用，因为加拿大有美利加协定的保护，虽然无受到对顶关税威胁，也无议员和川普以芬兰尼走私加非法移民的问题另外扣关税。加拿大加美贸易部长勒布朗伫社交媒体X发文，讲判决的内容证明长久以来加拿大讲川普关税无公平的立场。
并且讲美加之间一个钢铁加汽车的关系，一个美美加贸易协定的重新审查这个问题。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辑。新正初五，全台湾拢真好天，早暗较凉冷，都爱加脱衫。今若后日就要开工啊！这收假的车阵是真惊人，高速公路塞车，建议大家会当走替代道路。要若是离岛方面，金门后埔要坐飞机返来本岛的人真多，国防部派军机到载。后埔几日头前，大家路长，假期即个建设准备自金门返来台湾的旅客，伫咧现场等候补，进前无买到机票的人，伫咧等加班机。今天就来候补这样。对。几点过来的？今天5点40来这边的。还有那个军机需要填号码3，那200多号蛮后面的。民航局讲，离日金门往本岛候补的旅客真多，除了协调国际航空业者加开2台次，也启动军机疏运，加国防部支援4台次军机，2台金门飞台北，1台飞台中，1台飞高雄。高流道头前变做大型的停车场，强要无法度顶动。国道5号头城上北高流道，自早起车就真多，照预控管制灯号一台起立。大概多久呢？40分哦。啊，还没上高速公路，慢慢上去。对，慢慢。好。要回哪里呢？要回台北。宜兰到头城时速8无到20公里，估计会一直塞到半暝。而家上尾一个礼拜六，车流量真大，礼拜下昼又有另外一波车流。同样建议中部地区北向的用路人呢，可以利用上午的离峰时段行驶国道，也可以改走台61、台63以及台74替代道路。假期即边结束，各地日时温度开始回升，早晚会较冷。因为后礼拜开工了，自8日开始会有2波方面连续来。2、8连续假期水汽较多，天气无稳定。记者综合报道。台中后方甲东方的铁马道游客人是吵。租车业者预估，因为天气好，加上年假长，来骑车的人是成中4成以上。崩坑内底对向的脚踏车排队是排真长，规个铁马道拢袂顶袂动，甚至也有人无耐心、无想要等，直接骑反向，是真危险。尤其翕到这款的画面，一直讲这铁马道的人比国道也较多较踢。我们来这里竞速飙车，结果发现这里比国道还要塞。可以少一点人，多放一点，有管制这样子。这是台中的后方铁马道也高东方脚踏车热龙，年假期间来真侪游客，尤其是初3、初4这2天，脚踏车道一度塞甲袂得过。崩坑内底车速根本是降到0，出现人车大塌的情形，也因为人车伤多，违规状况也真多。双黄线超车，他们那个反向超车也有真侪骑过上黄线。也有其他民众惊一个，当地业者讲，今年年假时间较长，加上天气真好，有真侪民众出佚佗，租车业者有比平常时增加大约一半。也来沿途除了有真侪翕相的景点，也有真侪民众骑到一半，会停落来买饮料，也是物件食，也造成这个塞车的情形。在石冈水坝出入口那边呢，那边是最塞。那因为那边有那个摊贩区，人家会下来买东西。应该是在下午的时段它的人潮是比较多的，所以第一个就是说，可能就是要留意看是不是要避开，管理单位要一起来控制这整个的秩序啊，包括在特定比较容易有秩序比较不好或者比较拥挤的路段啊，是不是能有人可以出来维护这个秩序？学者建议，除了民众家己调整这旅游的时间，市府也会使甲业者伫假期人较侪时阵，研究适当的租车数量，也是总量管制，才有法度来维护这个旅游的品质。记者综合报道。人多就会产生一寡问题，有民众就看到台南安平一间餐厅是甲这碗盘甲粪扫顶做伙，卫生局赶紧去查。另外，嘛是台南市龙之门的圣母庙，后礼拜6要办宴会，已经有真侪人开始用骹架甲物件占位，引起争议。感觉是个塑胶箱桶内底放真侪天碗只碗盘，不过详细来看，内底有真侪免洗滴甲卫生纸这粪扫。今年时安平老街人真侪，要食台南的美食，不过民众伫老街某一间餐厅外口看到业者甲碗盘甲粪扫全部放斗阵，互人看到到底实在无想要食咯。
治安问题啊，很脏。如果是我的话，我应该看了不舒服，我应该会去直接跟店家先反映。也有可能是讲伊内底有些干啊，甚至有干啊保护掉。无迄啥敢食。换包个本数贴斗阵，就算了后洗过民众有关烦恼食安的问题。记者现场也看到店员收物件时，直接把斗阵的碗盘本数扫入去水桶内底。卫生局缉捕了后，立即派人去稽查。如有缺失，将要求限期改善；届期复查不合格，将依食安法处新台币6万元以上2亿元以下的罚款。食品业者之从业人员作业场所设施卫生管理及其品保制度，均应符合食品质良好卫生规范准则。今年年假即要结束，不过各县市依然有订婚者活动会继续带动观光。不过活动最有当时也开引发争议。台南正统的龙年门圣母庙要伫元宵节前1礼拜6来办高空烟火，有网友看到看烟火所在路边已经用放真侪卡架，也有塑胶管啊这物件来占位。1个礼拜其实大家都站对好的位置，其实大家都站走。往年是没有在卡啦，只是说近年来越来越多人卡，如果你不跟着卡，就可能也没有位置。为了抢上好翕的角度，连夜人拢提前来占位，虽然无影响路权，不过有网友认为讲，路边长时间放这物件无好看，呼吁大家应该莫乱占位，以免外界观感无好。记者综合报道。去年10月2日，台中5车低调验出非洲猪隻阳性，到今仔日满4个月，无再出现第2例。农业部今仔日是交非疫区的申请文件，予世界动物卫生组织。去年10月2日，台中5车饲猪场初步检验结果出来，国内第一遍出现非洲猪隻核酸阳性案例，全国正紧张，并且实施禁军禁台15天，尾也就无再有第2例出现。5车场伫去年11月2日完成清销，照规定，台湾即卖当向世界动物卫生组织 WOAH 向非洲猪隻非疫区申请。它就是必须要在最后一例完成清消，病毒都已经消灭了，开始算3个月才能够重新申请。一个非洲猪隻病例，全国的猪滞留时间至少半个月以上。猪肉大、小只大拢暂停营业，经济代价不加大，怎么要重新申请非疫区？饲猪协会希望唔通再发生疫情。等那边准啦，要观察审查书面资料的啊，有过无过，莫个发生就好啊。黄检署讲，因为国内不发生过疫情，所以估计 WOH 审查的时间会较长，可能要6个月到8个月。因若即马禁止饲猪场、台猪场甚至野花拢正正常，希望赶紧顺利恢复正式非疫区。大部分都是就是希望说，我们重新取得非洲猪瘟的非预期之后，才会有机会再重新出口。非洲猪隻疫情伫咧国际上依然还佫直咧发生。南韩农林特产食品部证实，19伫咧江原道有饲猪场确诊，这个场正在2026年第18例。核联社也报道，全罗岛索洛奇国发生第19例，这也是今年无到2个月所累积的病例数。另外，之前也第一遍伫发病场的猪饲料内面有验出核酸阳性，紧急暂停使用部分饲料。记者综合报道。后日就爱上班上课啊，就爱赶紧收心。有医生是提醒讲，这休假的事，若是晚困晚，若无赶紧调整，这开工毋若是精神歹，健康情绪恐惊嘛会出问题。天气真好，出门洗过食饭的人是真多。高工的年假即要结束啊，大家即要回来做事咯。民众也拢有家己休息的方法。通常最后一天就会一直睡觉，对，大概是这样。对，可能就睡到中午过后，然后再起来，可能吃个早午餐，就回归正常吧。少吃一点点的，就是早一点休息啊。对，小朋友也要早一点休息。小朋友其实过年期间多在阿公阿嬷家，其实也没有出去运动，就是开始慢慢带他回去运动这样。台北市卫生局讲，长假了后开始出现失眠、人眩、较想要困、胃口无好，注意力无度集中、焦虑、较想起这广泛性焦虑的情形，拢会使叫做是休假症候群。那时间无久是正常的，不过若是时间一个久，而且拢无好，就建议去医生看。医生也提醒，若是补眠困伤久，也可能会导致身体代谢乱起。用伫休假前1-2天，饮食物件莫食伤油，也个较早困的，一步一步来调整。生理时钟没有办法调整回来，可能白天会出现思路不清晰、
脑雾，甚至会出现头痛、恶心、昏昏欲睡、工作不顺等等状况出现。卫生部是表示，要呼吁民众调整作息时，千万唔通家己食这个亲戚朋友的安眠药啊，因为安眠药啊属管制药品，医师开药啊是依据病人个人的症状、失眠的类型、甲肝药剂的功能来开药啊。那因为作息乱起，无法度困，出现连续失眠症状，才赶紧叫医生看。记者综合报道。初五开市迎财神，中华鹿港的福德寺是绕境祈福，是有老家的素兰镇、德牛镇，各有学生囡仔组成的好夜镇。保庇各行各业开工顺利。乐鼓声闹热滚滚，学生啊扮做古水的虎仔造型，跟虎爷桥伫工场内祈福。正月初五伫民间习俗是迎财神的日子，中华鹿港福德寺举办迎财神绕境活动，有素兰镇、德牛镇、西镇、济镇头闹热气场。其中上城人目的，就是学生啊组成的虎爷镇。我们会把轿子扛起来，祈大喊发财啦，发财啦，也会送点祝福给大家。轿子其实很重，但是我们大家会互相加油，互相鼓励。好爷的意思，用台语来讲就是好爷，嘛祝福大家平安健康大汉钱安尼。庙方表示，好爷伫民间信仰内底有招财、加钱、守护的意思，因逐年拢会举办迎财神的活动，祈求国泰民安、各行各业开工顺利。到今已经有780年的历史咯，嘛和在地学校合作，互学生办做古水的好爷镇，沿路绕境祈福。福德寺邀请来担任这好爷出巡的时阵跟叫这样子的角色，一方面认识我们这样子的文化活动、宗教活动，一方面因嘛变成后面传承的一代。过年哦，就是爱为好爷留咧，咱鹿港好爷就是主要就是要招财立彩，就是迎财神安尼。庙方表示，正月初五好爷镇迎财神已经是地方重要的年节活动。好爷出巡绕境，除了要祈福树财，嘛望透过少年辈的参与，互传统信仰文化会当代代相传。记者杨淑晴中华报道。台北出名的财神庙上山下海城隍庙，透早到真侪人排队参拜，这人是排1-2公里长。庙方是专工准备2万份的发财金，互信众领。出大日头，天气真好，台北市八德路4段排队排真长，一个煞一个拢看无真棒。一路对上山的下海城隍庙，排到上山火车站4块位啊，大家拢真耐心排队，要来到城隍庙来求发财金。晚早起10点，人依然真多。早上你们是几点来排队的？7点半。排这么久，值得吗？1年一次热闹，让阿嬷出来运动运动。来到庙前，信众大家提球来发财金过路。正月初五这天，庙方是依照这个百年习俗举行祝财神的开工仪式，也抽出国家的经济签，更加发财的金字舞。庙市方面讲，人最少，一般甲经济景气有互相关系。今年人数可能比往年多了大概30%左右。对，因为一早大概7、8点，可能你就已经从这边排到松山火车站了。可能比较有动荡不安的时候，我们就去保守；经济活络的时候，那我们就可以比较积极的去努力。人真多，大家拢来拜财神求财运。民众讲，其实唔敢想讲要发大财，就是祈求平安顺利。想要再更富贵一点嘛？就是顺利，就是今年财运能够顺顺利利这样。就想说把财库补满，对，然后求新的一年这样事事顺心。比如说什么中乐透啊，还是什么的？就只要满意就好了啦。祈求顺利顺心，也个民众讲，若真正财神爷有素材，就非常感谢咯。台中早起后，真侪民众趁开工的日子来买菜券，并食手气，总共有买就希望。记者综合报道。蚵仔用烘的、用煮汤的拢真好食，不过就是这事先要洗要浸是较麻烦。台南市府除了拍台南蚵仔的认证品牌，嘛补助业者买洗蚵仔机，是希望会当解决渔村人口老化、人工无够的问题。台南北门路德高社区的蚵仔笼，甲会当采收的英式蚵仔运来华顶。第一步先用水冲洗掉的细只生物甲涂刷，再来用人工甲一粒一粒肥肥水水的蚵仔剥落来。毋过传统采收甲洗蚵仔的方式，正需要劳动力。
在地协会即阵自费引进一台中大型洗蚵仔机，把拄仔采收落来的一大罐蚵仔放入去，就会当自动水洗断线，分割成一粒一粒的蚵仔，方便后续的作业。本来2个人一工洗较无10人，有这台机器一工会当洗200人青蚵仔。这若去用洗足够工的啦，拢一条一条洗好清气，转来再加有啦阿姨安尼较轻课啦，洗科的时间缩小了啊，还有人力也缩减了。像我前几天我四篮的那个鹅啊，我用人工剪就要4个小时，那刚才洗的话不用20分啊！你看4个小时我可以挖多少颗了？洗蚵仔机解决渔村人口老化、人力不足这个问题，有助提升产销竞争力。就是这一台机器，它其实是可以达到，省工的一个作用。像这台机器的话，我们平常传统人力科农大概一天洗科加剪科的话，我们在整个聚落大概要，如果以100人次来计算的话，这一个设备大概可以一天大概半天就可以节省这一些人力。农业局嘛协助辅导进行场协优化，提高品质，推出台南蚵仔的品牌标章。从那个洗科机那个剖科环境优化，到台南科的标章的建立，确实落实的建立一个台南科的一个品牌，让消费者能够买得安心，吃得安心。洗蚵仔机先由罗德高社区的蚵仔农体验，后续再搁持续推广，透过机器洗选采收蚵仔，节省人力，降低农民成本，增加收入。记者采访报道。西班牙的加泰隆尼亚是有在地母语加泰语，不过2021年西班牙的最高法院却是裁定当地学校上无是要有25派课用西班牙语来上课。赞成的人士认为讲西班牙语是全国的共同语言，不过反对者是烦恼因的母语加泰语会愈来愈少人讲。下午7点半，公司台语台青春咱的梦，就带咱的镜头来去西班牙，探讨这个语言对这个所在产生什么款的影响，对咱台湾保存母语有什么款的启示。这是西班牙巴塞隆内的一间中学，也入去教室会当看到老师在上课，写在黑板的内容差不多拢用加泰语。这款教学的方式为1983年开始，就是加泰隆尼亚学校的日常。Encara que la classe sigui en català i que el material més estrictament educatiu sigui en català, els alumnes evidentment entren en contacte amb el castellà perquè el món de les xarxes socials, d'internet, molts recursos audiovisuals, doncs estan elaborats en castellà. 不过，这套制度这几年开始出现变化。2021年，西班牙最高法院裁定加泰隆尼亚的学校至少要有25派的课程要用西班牙语来上课。支持的人认为讲，这是伫保障全国使用共同的语言。不过，反对的人烦恼讲，加泰语伫咧校园内底的空间会愈来愈小。Espanya ha estat a través de la prohibició de la llengua catalana, que d'alguna manera ha hagut de sobreviure als atacs de l'estat espanyol. Avui, en democràcia, continua existint aquesta tendència de l'estat espanyol a...语言的讨论唔係發生喺教室內底。每一年9月11日是加泰隆尼亞的民族日，迄一天會有濟民眾行去巴塞隆納的街路。對因來講，講什麼款的語言唔係慣勢，是身份的認同。La independència de Catalunya, la colonització espanyola que estem patint des de 1714. 根据官方的统计，喺巴塞隆纳的市区，真正把加泰语当作主要日常用语的人已经无到3成。语言要安怎教，敢要保留落来，为校园到街路，加做规个社会当咧面对的问题。记者杨宗巴塞隆纳采访报道。明仔载天气是安怎？咱来看各地头的详细资料。北部地区15度到27度，
中部地区15度到28度。南部地区16度到30度，东部地区17度到26度，外岛地区12度到25度。感谢您收看今仔日的 AM 新闻，我是苏比。稍等的，请继续收看《青春咱的梦》，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Thank you.